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公视台语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咱空军拜六要办航空嘉年华，今仔日预演的是 IDF 战机煞喷火车烧起来，加载紧降落来，平安无代志。北部一个女性，若像因为气室内水池酸水，全有假西糖走位鼻孔入去，因患脑膜脑炎，7天就死亡啊。厄瓜多8月20日选总统，一个敢有赢面的候选人，煞伫竞选活动结束了后，却互人开衫穿，不幸过恶。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国内让12年，搁再出现阿米巴脑膜脑炎的死亡病例，是北部一个30多岁女性，因为阿米巴假西糖走位伊鼻孔入去，7月20日开始，伊就头痛、胃寒等等的症头，发病7天就死亡啊。因为这个个案有去过新北邦桥一间室内水池耍，怀疑伊就是伫遐画到的。卫生局已经请业者暂停营业，消毒环境。日头真大，天气真正真热，未少民众拢会去游泳池溪边耍水降温。不过耍水的同时嘛爱注意，因为新北市一个30多岁的女性，最近无国外旅游史，7月20日出现头痛、肩胛硬这症头，又搁有发烧、胃寒、头痛、颔棍痛痛，慢紧接就医。破病前，伊捌去使用室内清水设施，因为病情进展快速，伫8月初伊就死亡。经过采验，确诊是福氏赖吉里阿比巴原糖感染所引起的脑膜脑炎。不是内格里阿米巴原虫，好发于夏季，自然水域戏水时，应避免搅动底部池水或淤泥。疾管署表示，这是最近12年来头一届看，嘛是国内6年来第2个案例。福氏赖吉里阿米巴原糖是井水湖湖村内自然生存的单细胞寄生虫，介意伫温暖的环境，会当伫46度C的环境生存，搁较悬的温度嘛会当短时间存活。可能传播的情况，就是民众伫自然水域活动的时阵，甲含有福氏赖吉里阿米巴原糖的水扫入去鼻孔内底，搁因嗅觉神经进入脑部才破病。因为无适当的治疗方法，致死率相当高。阿米巴原虫其实它必须要专门的单位去做检验，它的诊断比较困难，而且也没有什么公认有效的一个药物可以治疗，所以它的致死率可以高到99% 以上。新北卫生局已经要求业者预防性停业，也甲进行环境的消毒。目前拢总掌握7月2日至8月初9人客甲工作人员名单。初步调查，工作人员拢总12人，人客人数630人，会一日一日通知确认健康状况。采检环境检体与水池检体，后续由中央带回检验，以厘清感染源。待业者完成清消后，将再度前往稽查。业者表示，已经找专业的消毒公司消毒，这2天拢会暂停营业。不过业者嘛讲，设施逐天拢有放氯含量差不多伫1.5 ppm 左右，而且其他教练学员逐天拢会来浸水，身体嘛拢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受到西南风影响，今仔下晡湘北地区是拢上雷公雨，真侪所在拢淹水。台北市南京西路水是淹到有半个车轮遐悬，若新北莺歌的大湖路水是淹骹倒，真侪赛车民众行条车全拢袂叮当。另外，台铁桃园到莺歌，因为上大雨积水的关系，暂时停驶。地区上北、落南拢有火车慢分。中港和台北市中庆北路出现积水，车龙拢淹去，真足弧度。有网友翕到民众落车用手刹车行。受西南气流影响，7月下晡湘北市落大雨，伫树林嘉亨路水淹到人行道，有民众规气脱椅仔行，雨紧又搁急，大水被护船涉。北台社区有大楼停车场出现积水。没看过，像海边上头哎，这样对啊，你看他们在跳啊。雨势正大，因过火车站后前大厅也拢是水，水流亲像海涌，一波刷一波。因过大雨路顶悬水淹到骹倒，因为到下班时间，真侪人伫车流当中寸步难行，未少骑机车人规气落车牵车行。中头过后，雷阵雨造成湘北市也有桃园真侪所在淹水，代替桃园到英国站路段也积水，双线无法度通行，路南甲上北列车慢分，未少人行程受影响。车站内底等车人是愈来愈多。1个多小时。那对，6点半的车可以搭，现在要到6点半。因为你
己连什么时候可以回家都不确定。对啊，我觉得至少要延误多少时间，至少也要秀给我们看一下。唔知火车什么时阵延开复通行，互通行民众真无奈。代替紧急启动公路转接来疏散乘客，大雨来淹水交通受阻，伫北部各地连续出现。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甲高雄一透早就开始上大雨，台南安南区有几若条车路淹甲变水路，水因一徛低有脚头乌遐尼悬。因为沟仔的水下袂离，安平区都有大楼的停车场出现水墙。高雄的光山受社区的车库淹水，居民怀疑是沟仔的工程出问题。民众骑奥多摆冒险过台南机场路边仔的细条路，险险啊，互水流冲走去。相关单位较紧甲查落来，就惊有危险。七日透早，台南路大雷雨，三叶强客水位涨起来。仁德区机场路的便道是淹作一条小河。防守先视同命令，我哪敢过？居民是真无奈，徛伫门口等水退。安南区的安中路一段水是淹到脚头夫，透天一楼的客厅灶骹和便所拢浸伫水内。规单警说去开会讲要水利讲要改变，到遮时无改变啦。安南区规工累积的雨量是超过200毫米，想要出去车路拢淹水，有民众是用各船的带囡仔出去。调风局嘛因为落大雨，水淹去庙内面，安中路4段水淹到半个脸仔遐尼悬，护工巴士拢告终啊。无啦，要来载病患的啦，要来载病患，要载去读日照，要读册啦。这防水闸门袂互用嘛？袂有啦，你用到底是一直对公线流出去，安平区累积的雨量搁较惊人，得要250毫米，雨水是对水沟啊倒击，维修厂挂无装好，大楼停车场大淹水，只好较紧刹车。上班到一半冲回来移车。北高雄的乌来主管和冈山嘛，因为落大雨，真侪路段拢淹水，警方有封锁线管制通行。冈山盐埔路规排透天的新社区，水是淹入去车库，居民怀疑水沟工程有问题。它好像不太通啦，因为我们每次看对面都没事啊，然后我们这边每次都是淹呐。如果长期这样，新房子进来，对里民也是困难。水利局讲，建商开发造成边仔的沟仔积土，会勘了后会做连通管工程的改善。不过气象局是针对台南、高雄继续发布大雨特报，嘛是要注意防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天狗节的疫情，今年热天一直在滚价，嘛豆豆啊拖到北部啊。目前天狗节已经拖到10个县市，拢总超过1200例。台北甲新竹拢出现头一个本土病例。讲到台北这个个案是住伫台东区，伊捌去过台南佚佗，为着要防止天狗节拖开，台北市宣布要针对台东、树林甲北投来加强消毒甲监测。工作人员沿路转游水，因为台北市台东区查到确诊台北市3年以来的头一个天狗节本土个案，是一个10多岁的囡仔，有台南旅游史。目前带做伙的人甲附近居民拢无症状，卫生局呼吁有发烧、头痛、目孔痛、身体酸痛这挂症头，就要赶紧去给医生看。大同区这边，我们希望就区域性的部分，再一次的加强相关的工作，但另一方面，我们各区其实也都必须严阵以待。平常我们就有在监测那个蚊虫比如以前常比较大的，像士林啊、北投啦，我们大概都有做了。假如说有点偏高的问题，我们就马上做一些清消的。另外，伫屏东查到有一个86岁的妇人，天狗日地输器官衰竭死亡。台湾为热天开始，天狗日疫情一直升悬，到查到为止，全台天狗日本土病例计共有1261例，拖到全台10个县市，8社外拢伫台南市。车10行政议会为发布报告风台了后的天狗日风治，疾管署讲，目前国内外疫情拢在升温，各县市拢有可能出现病例。那近7日的这个登革热本土疫情，事实上较前7日上升了61%。我们全球的温度6月是最高的一个有史以来最高的一个月份哈。那台湾尤其是在南部，一直到11月之前啊，一直都这个气温都非常炎热所以登革热流行事实上到11月底之前都还有可能发生。
小热甲高雨疫情高欠悬，疾管署长曾仁祥讲，加上定有雷公雨，蛇药啊、防治网啊的效果可能会较歹，估计未来炭白网的密度会愈来愈悬，会请各地方政府针对高风险地区加强清消。行政院长陈建仁指示卫福部加强宣导，嘛授权卫生单位使用处罚的手段，避免疫情直炭。记者郭明生准由台北报道。咱空军拜六要伫台中青泉港空军基地举办航空嘉年华。今仔日咧电视义演的是煞是突袭6连，一只 IDF 战机熊熊喷火车，机尾烧起来，看起来是真惊人。加载有紧降落来，平安无代志。战机战火喷出火焰，现场观众是叽叽叫。空军台中青泉港基地70举行航空嘉年华有演，一只编号147的 IDF 战机伫空中动态操演，伫完成第一个操演科目了后出现异常，经过塔台提醒了后，紧急降落，引机平安。空军司令部初步检判是发动机喷口后验器气风片空旁过大，会对这战机展开特检。方体检视情况是正常的，只不过在尾管的它可能气封片线系有可能过大，导致它燃烧的部分有异常，所以导致有尾焰。这架飞机就会做特别检查，那后面的话就会换另外一架飞机执行操演。在节目以外，无妨害其他操演 F-16V 战斗机展现高机等弯优异性能，这瓶高速冲场万倍爬车链这动作也让这流量完成。负责台湾对空对地对舰等攻击战斗任务的 F-16V， 沿过本是千架汽车飞弹加2000磅的炸弹，不过对飞官来讲，严格身体负担是一大考验。身体上负荷，就是我全程要一直做抗拒动作。然后大概就是9个人压在我身上的感觉，对，那稍微一个不小心，可能没有做好换气动作，然后可能就会G lock，就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各机各座的用因高教机也用5架次变做冲场，拜六下底摆伫个人面头前展示，也佫有雷虎小组特技出现，地面上有航空飞弹阿帕奇直升机、各种战车静态展示。航空嘉年华活动要伫12早起9点正式登场，军事部甲民众应把握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个月初7，台湾虎航有一座机帮为日本飞回来桃园，要落地是副驾驶煞分歧，飞行机伫登机坪冻好势了后，伊才精神送病院检查。运安会认定这是重大飞行事故，已经立案调查。台湾虎航表示会全力配合调查。虎航 IT-237班机空中马术 A32型飞机，初7下晡按日本函馆机场飞往桃园国际机场。降落后，副驾驶员失去意识，机长发出片片信号，请求医疗支援。副驾驶员随后恢复意识，坐救护车就医。运安会接着通报马立案调查。我们依据这个重大飞航事故的调查相关的作业程序，组员在飞航的阶段他失能，那我们进入调查。虎航讲，班机是伫桃园机场降落，并处理开主跑道了，副机师着人无爽快。飞机出到停机位了后，由另外陪副机师家己落飞机，上救护车去病院检查。同工出院，虎航第一时间主动通报主管机关，嘛全力配合调查。同时，技术职业工会分析，为着确保飞行安全，班机拢上少会派2个驾驶员。那驾驶员人艰苦，就会请空服组员来协助，嘛会通报塔台。我们会先请空服员先进来，失能的这个飞行员先固定在椅子上面，避免他昏倒在我们其他的控制界面地方，而影响剩下一个人的正常的飞行操作。呼出 PAN 的这样的一个呼号，那么意义就是希望相关的单位给予必要的协助。航空学者讲，迄时班机向塔台宣告偏偏，表示处要紧急。一般是航机船只等交通工具改变路线，也是有人员需要医疗救护，请求优先降落，也是地面协助，并无立即性的性命危险。因若班机呼叫美帝，就表示有即时的性命危险，而且严重危难无法度自救，需要马上救援。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甲咱台湾之间的旅游禁令还未开放，双方拢袂当组团旅游。台北市的相关业者就表示，若准咱开放中国来，定定会带动产业的复苏。陆委会是表示讲，两方就要公平对等，才会当恢复观光，互相开放。
来到台北市出名的景点永康上宽观察，边境开放了后，各国观光的人潮明显回流，主要以日本甲韩国人客上济。中国还未开放旅游团来台，咱国嘛还未解除对中国的禁团令。上宽理事长讲，若做有陆客的消费能力投入，一定会加强带动上宽发展。曾经破纪录来我们这个永康商圈消费，他买那个文创品文创的东西，一个人一笔超过台币30万了。我们也很希望就是有中国大陆这边的观光客进来我们永康商圈。他们对于台湾茶觉得台湾茶的品质非常好，所以他们在消费台湾茶的这个部分真的是蛮大手笔。永康街店主是讲对两岸观光开放交流真赞同，旅行业者嘛已经等袂赴啊。不过刘委会是讲，虽然中方今年5月宣布搁予台湾团客去中国佚佗，不过中国2020年禁团客，2019年禁自由行来台湾，政策拢无改变。若做两岸无对等开放，恐惊影响台湾国内观光发展。我们并没有禁止我们的国人用自由行的方式到中国大陆。中共那边到目前为止一直不肯开放团客也好，自由行也不肯开放他们的同学到我们这边来。主管机关已经透过管道跟他们谈到我们相互的来开放，但是现在就说对方还没有正面的来回应我们，这是我们比较遗憾的。刘委会讲，希望两岸透过观光小量会机制，以对等方式协商，才有希望早一日两岸团客会当互相来往。记者综合报道。南美国家厄瓜多8月20日选总统，不过8个候选人当中，一个更有野面的现任国会议员，却是伫咧首都的一场竞选活动结束了后，去互人开3枪不幸过往。那这嫌犯嘛，当场就去互维安人员大死啊！59岁厄瓜多总统候选人、现任国会议员维拉维森修，初到伫首都基多造势结束了后，有2个保镖陪伴，本来要坐车离开，结果现场汹汹传出枪声，现场大乱。一个查甫人向维拉维森修的头部开枪，维拉维森修着3枪，紧急送医了后宣告不治。一个嫌犯伫甲安全部队小便的时阵嘛着枪，也死亡。Sí, habíamos terminado un meeting aquí en el Coliseo del Anderson, a pocos metros. Inmediatamente que él salió, 30 segundos habrá llegado a la puerta y comenzó una balacera. Me imagino de más de 30 tiros. De ellos, algunos impactaron a Fernando y después de nosotros tratar de localizar dónde estaba Fernando, nos dimos cuenta que le trajeron acá a la clínica de la mujer, pero desgraciadamente ya no tenía signos vitales, le dispararon varias veces y en la cabeza。根据了解，伫正乱的时阵，也有另外9个人受伤，包括一个女议员候选人甲2个警察。厄瓜多现任总统拉索透过社群平台 X 表示，对维拉维森修的死感觉真生气甲意外，也对选民保证绝对袂互凶手逍遥法外，同时要召开紧急安全会议，甲官员参详对策。维拉维森修2021年当选国会议员进前，是厄瓜多上出名的记者之一。捌承诺要甲外国石油甲矿产公司重新协商合约，佮持续对激进的美毒集团相关暴力事件采取强硬的立场。厄瓜多要伫当地时间20举行总统大选的第一轮投票，拢总有8个候选人参选。维拉维森修的民调是伫领先的前几名，真有希望进入第2轮投票。这届参选的真侪总统候选人已经陆续对维拉维森修的死亡表达哀悼。厄瓜多2022年摩杀率超过墨西哥甲哥伦比亚，这国的第2大港口城市曼塔的市长7月嘛，互人枪杀死亡。初到暗时，大阵选民聚集伫维拉维森修送去的病院外，抗议维拉维森修的死亡，也甲厄瓜多的治安真歹。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来看美国犹他州有一个查甫人，伊伫网络顶悬放条讲要趁拜登到犹他州访问的时开枪，甲拜登暗杀。联邦调查局官员听到风声，就去这个查甫人徛去敲。不过，这个查甫人哪像是有野枪，拒绝逮捕，落尾抓去互联邦调查局当场大死。
犹他州讲要杀害拜登的10个人，互人断事了后，执法人员封锁现场，进入厝内收集相关证据。这10个人是75岁罗伯森。FBI 发现伊早伫去年9月，就伫社群网站讲要杀害拜登甲副总统贺锦丽。拜伊个大门讲，听讲拜登要来犹他州，伊计划并出具的迷彩衫，佮清理步行顶悬的涂山。FBI 就赶伫拜登到犹他州几点钟进前，查搜索令甲逮捕令就门。And we've been told by law enforcement sources that he was armed at the time that FBI arrived to serve this warrant. 美国媒体指出，迄时阵罗伯森疑似提前拒捕，当场互 FBI 探员开枪射杀。FBI 指出，罗伯森不止威胁杀害国家领导人，包含司法部长、起诉川普的纽约检察官，甲前一摆就门调查 FBI 探员，拢遭到伊的暴力恐吓甲死亡威胁。And he, at one point in one of his posts, described himself as a MAGA Trumper, apparently in reference to Trump's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slogan. 罗伯森先前面临威胁总统甲阻碍执法人员等3项罪名指控，不过 FBI 并无公布为什么将断线细节，也引起外界甚至执法过当的质疑。目前 FBI 监察部门已经针对这枪击案展开调查。公司新闻将回面评论。欧洲的北部最近受到罕见的热天风暴霜冻，雨落甲真粗真密，真侪所在拢做大水土石流。亲像挪威的南部有一个大水坝就崩起啊，甲附近的徛家厝拢冲走。当局是赶紧撤离上清的居民。若随顶是有一条河川崩花，甲出世度假村淹去。大水雨一直落，道路严重积水，个团出土石流在前，真侪人被迫撤離家園。Faderen var ute når det kom, og det lyste opp og buldra, og det var til å redde, da. Så vi begynte å springe, og du bare så bak til at det kom store steiner og busker og mye vann og masse jord. 强烈风暴汉斯伫北欧滚架，最近这几天大水雨成灾。挪威南部一个水力发电厂大坝出现部分爆花崩起，大水不止引起电厂甲水尾的社区，搁带来土石流，有厝甚至互大水冲走，弄气球，景象是互人心惊惊。当局紧急撤离附近社区上千的居民，部分交通被迫关起来。16 stengte veier i 12 kommuner, det kan fort endre seg. Og banen er stengt, så det har skjedd en del på grunn av ras og overflømmelse. Det har skjedd en del på det området. Og så er det sånn at det er jo evakuert en del hjem, og da må jeg få lov å si at både kommuner og nødetater og andre beredskapsaktører gjør en kjempejobb i den situasjonen vi står i nå. 气象专家指出，汉斯风暴为地中海带来大量温暖的水汽，波罗的海地区大风造成2人死亡。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首先受影响的挪威甲瑞典帶來大雨，造成大水甲土石流。Grunnberedskap i Norge, og samtidig så er det jo en kjensgjerning at vi kan komme til å oppleve mer ekstremvær, mer uvær og mer uforutsigbart vær i årene som kommer. For regjeringen har det vært viktig å jobbe med å forsterke beredskapen de snart 2 årene vi har styrt. F.eks. Sivilforsvaret, som er en så viktig ressurs. 瑞典一个河川发生爆发崩起，出在度假胜地奥勒士镇拢淹去，地大城哥德堡港口大部分地区也拢淹去。这礼拜天气按算会阁继续几日天。瑞典甲挪威拢发布上悬等级的红色警戒，要求民众若无必要避免出门。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法国东部有一栋专门提供身心障碍者度假的别庄发生火烧厝意外，造成11个人死亡。官方目前正在调查导火原因，嘛要检查看这栋别庄敢有符合安全法规。消防员早起6点半接到火警了后，赶到现场，规栋便庄已经拢导火啊！厝内有28人，其中17人逃出。虽然尾已经控制火势，不过这栋2层楼的建筑，一直到下晡准备派搜救犬出动的时阵，拢还阁穿火痕。消防员是讲，开火灾警报的别庄厝主，因为伤过头就惊煞送医。The people who managed to get out were on the ground floor. A few people who were on the first floor were able to escape, but not all. There's a huge amount of rubble, many collapsed sections, and a floor whose stability is very uncertain, which makes progress and search operations difficult.
初步判断，导火点可能伫2楼。这个建筑1楼是石头起的，2楼是木材建造，有在地传统风格。不过木材部分真有可能就是火炭真紧的原因。 C'est que vous attendez tous l'origine, qui serait vraisemblablement pour le moment un feu qui a couvé. 检察官是讲，这个厝卡拢有小可地理障碍，伫2个相关协会的赞助来这个所在佚佗。这个建筑是毋是符合安全法规，是调查方向之一。法国总理博纳迄天是擦火灾现场，遗憾的宣布找到遗体。法国总统马克宏伫由 Twitter 改名 X 的社群媒体大文表示哀悼，并感谢所有投入搜救工作的人。 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美国前国务次卿克拉克过3年来台湾访问，今仔早起嘛有甲总统蔡英文见面。另外，美国众议院顶个月通过法案，讲52当前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虽然内底有承认中国伫联合国的地位，不过这个决议和台湾是无地带的，无代表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学者表示，国际社会态度甲台湾是自来自拔。过3年，佮看到好朋友蔡总统看到来访问的美国前国务次卿克拉克，是展现热情欢迎。卸任了后，专业学者的克拉克即摆用科技外交官的身份访问台湾，希望强化美台四部门伫商业科技等领域有更较侪交流合作。 今天很高兴看到克拉克主席再次率团来访，继续推动台湾和美国的合作交流。A critical imperative of the global tech security strategy is bolstering Taiwan's prosperity, international standing, and yes, sovereignty, which is why the Commission recommended forming a Taiwan Center for Innovation and Prosperity at the Kroc Institute. 美台互动闹热，美国联邦众议7月是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注定联合国大会伫2758号决议无牵涉台湾，希望对抗中国当年就扭曲这个决议阻碍台湾的国际参与。经美国国务卿中国政策首席顾问、现就华府智库学者余茂春认为，这法案应该用正式成做美国法律，显示国际社会讨论台湾议题已经180度的转变。 This is the first step to address a tremendous injustice and humiliation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It shows that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 Taiwan issue is being discussed globally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余茂春指出，年代伫2758号决议是台湾地位极度危险模糊化的开始。美国自此实行一中政策，不过无承认中国一中原则内底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讲法，也反对单方面使用武力改变现状。根据将近90%台湾民众认知，现状就是不甲中国统治，也无宣布独立。台湾事实上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800会馆负责人郭德敏犯下洗钱地下会地，伫检方发布通缉进前，人港走出境超过8个月。前阵仔伊人伫泰国被抓到，咱台湾的刑事局、调查局等等的单位拢去到当地，今仔日做伙甲伊押回来。拖超过2礼拜，郭德敏才遣送回来台湾。有风声讲是因为干部济嘛咧抢人，咱警政署长王炳昭嘛亲身去到泰国直接。 不过，刑事局是反驳这个讲法。另外，国内有超过20个检察官甲警察去过郭德敏的私人招待所，受到处分。即阵郭德敏押回来了后，这寡案件拢会继续来厘清。来看家人一个姓陈的查甫人欠1,800块的交通罚单无纳，执行署就拍卖因兜的祖厝，互一个姓林的女性标着。不过，这个姓陈的查甫人煞走去申诉，讲定数有问题。 所以，既然执行署就撤销拍卖，不过这个标着的申诉主认为这无公平，就提告。落尾法院认定执行署违法，要判国赔74万。 住50多年的家人祖厝，因为囡仔无交交通罚金1,800，3层楼的祖厝说服法院拍卖，一家伙仔走总提异议，到尾执行署依然分署撤销处分。不过一个姓林的查某人早就用135万外得标嘛缴清价金，完成移转登记，甚至搁找好买主收定金啊，要以210万块脱手。厝的所有权讲无就无，互伊起价提行政诉讼。法院认定依然分署有违实，判国赔74万4600块。
开办程序已经终结了，那所以他撤销的这些行为呢，事实上都是违法的。买到这个不动产之后呢，他另外他有要卖给别人哦，那中间这个差额就是所失的利益呢，有744600元。协判国赔的理由，合议庭是讲，行政执行制度有高度公益性，尤其是法院拍卖，必须要保障拍卖人财产权甲交易安全。行政执行法嘛明定，在所有执行庭事终结了后，债务人都袂使过声明异议。不过，依然分属在欠缺法源的依据，撤销所有权移转登记等，建在剥夺得标人财产权，违法是事实。宜兰分署将于收到判决书后，研议是否提起上诉。宜兰分署回应，虽然判决认定撤销拍卖处分违法，都要缴付74万外甲利息。不过以后要查清楚法院是安怎认定，包含建物的密室情形、损害赔偿、请求依据等等，会阁研究是毋是上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3当前，有一个台大的查甫学生张振升，伫学校拍球的时，雄雄奋起，真做失误人，交大农业袂精神。张振升的父母认为学校伤慢送病院，才会害囡仔变失误人。伫2013年去庭前，要求台大要负责医药费。虽然台大有同意，不过司法的2000年到2013年的费用拢无要负责，所以张振升的父母是又搁去庭前。那台大表示会重新补助一档55班，不过2013年进前费用原来讲被补助。小孩送到这里来念书，然后他们交给我的是一个植物人，完全没有意思的植物人。家囡仔的双手抓抓安慰心情，县长的妈妈一直到目屎，伊的囡仔张振升，伫23年前读台大土木系，结果有一天甲同学伫拍篮球的时阵，煞雄雄奋起，变做失误人。送到台大医院的时候啊，根本救不起来了呢。是他们台大土木系的教官呐，一定要救起来，然后救起来之后呢，要我选择。只有2条路，你自己照顾，要我们杀鹅。代志发生后，这23年，张振升拢是由父母24点钟照顾，每2点钟都爱甲冰心、脚只大大的灌食、抽痰、甲排泄拢爱协助。2013年，伊慢去台大定情，后后续决定为2013年开始，逐年拨款协助照顾，一直到今年，县长的爸爸妈妈又搁带张振升为台中坐车到台大，原因就是家属希望学校嘛爱支付2000年至2013年的费用，不过学校无同意。前面13年，我们要求一定要支付给张妈妈，因为张妈妈24小时每天照顾她，从55万。看可不可以调到65万。8月8号那一封函到我家，故意要气死我，故意要气死我，就是不同意。后面搁再甲县长的爸爸妈妈会谈，会后表示为2013年开始，逐年支付照护费用到终身；2014年也为40万调悬到55万，为2013年开始算，所以目前累计支付605万。不过头前13年的费用也甲家属要求调悬到65万，并无法律方面的请求权基础，所以无法度同意。不过也是会持续协商，并且协助引入校外资源来支援。记者综合报道。代替要公司化，致使真侪员工失头路。代替产业工会就提出质疑，讲目前卡手无够，代替煞禁止员工请特别休假。那代替是解说讲，因为大家拢伫同一个时间请假，伊才会禁止。那目前卡手有够啊，未来公司化了后，嘛会继续来上课。代替产业工会对下卡会员进行调查，发现有高达83.1%的人拢申请提休假被拒绝的情形，其中有9成被拒之，原因拢是人力不够。工会认为，依照劳基法第38条规定，提休假申请甲排定拢是劳工基本权利，雇主干能用甲劳方协调休假的日期，因为代替不止违反规定，而且无重视人力不够的问题。我就以我工作台北车站为例好了，以前台北车站可以开到5到8个窗口，现在剩几个，2到4个，
工会阁质疑依照代替目前专业编制，上常常休未着假的副站长，真正竟然是弯编，代替应该重新评估，是不是因为公司发展前开始有离体制的情形，地数真正开始出现缺口？不过代替回应，这是因为员工请特休假，集中在假日运输高峰期，才有安尼情形。假日是民众的需求最尖峰，所以我们的同仁又很希望是假日休假，所以这个就是产生说为什么会请假的时候有一些落差，就没办法全部准的原因在这里。代替回应因应公司化了后，针对需求，目前已经在进行盘点。今年也会个招考，针对员工反映特休假被拒绝，未来加强甲员工的沟通，也鼓励较早安排特休假，方便人力的调度。记者综合报道。平南到上下班时间，台北坐温是拢人客人。不过最近天气真热，有真侪民众怨叹车厢的冷气是无够凉。台北市经过评估，讲要甲坐温的温度调降，普通时也是降到24度，若人较侪时间，就比较餐厅降到23度。台北坐温一天的运量有200万人次，最近常常互民众嫌讲冷气无够凉。早起台北市长周万安是表示，拜三决定甲坐温的车厢温度降低，温雾线位于原本的25.5度，将风时间降到23度。昨天我们也决定来就北捷高运量的部分调降，在非尖峰时段24度，那尖峰时段我们会降到23度。那在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调降温度的方式让民众都能够感受到，我想搭乘北捷的乘车品质是优质的。台北坐温这2日已经把温度降落来啊，过去车厢内底会较翕，尖峰时间人客人有时阵阁有臭怪酸味，冷气的温度降低了后，常常坐温雾线的民众是感觉差真多。那前阵子真的蛮热的哈，那我觉得这2天开始好像坐起来比较舒服一点，感觉好一点。然后下班人多的时候啊，也没有这么样子的闷热了。这个温度是比较舒适的。那之前他是走那个板南线，我们有坐过，没有那么舒适，有比较闷一点。周万安是表示，新措施估计大个月电费会增加200万到250万。不过，即马1,200块的定期月票推出了后，坐捷运的人是变多，运量是提悬，资本就爱投入对应的成本。也让外界嘛关心，捷运外台的温度敢会比较办理？这部分周万安是无回应。记者柯家山林秀凯台北报道。台北市为8月15开始，若准抓到乌白片粪扫单分头，要加重处分，本地罚1,200块，要有关到3,600。有市民讲真支持，嘛有人是批评无配套就重罚，实在无妥当。我想要伫台北市了伤侪次，都要注意讲，莫因为迄无啥，就要去做歹。民众乌白蛋粪扫也是蛋昏头，破坏市容，阁增加清洁队员的负担。台北市环保局讲，对15开始，乌白蛋粪扫包本来是罚1,200起跳，即嘛提悬到3,600。乌白蛋昏头嘛同款，会罚3,600。有民众支持，但是嘛有民众讲，要实施这也无配套。好啊，那无法愈侪愈好啊。所以你讲提悬会当吼环境更加清气。对啊对啊对啊。你要设置一些让人家丢烟蒂的地方啊。现在垃圾桶很多有烟蒂的盒子都没有了，那我们要丢哪里？另外，罚单起价阁有污染地面提悬到2,400，带狗出来散步，但是无穿伊的狗屎尿是3,000起跳。针对民众批评讲，根本就无配套，无提供但分散的所在，环保局讲毋是无配套，提起行为人爱负责任。我们的行人专清洁箱旁边都有附挂烟蒂盒，如果你没有地方丢，你应该把烟蒂熄灭后自己带一个包包袋子自己带回家。另外，狗屎若无扣会罚，但是即马连狗仔若凊彩放尿敢嘛会罚。环保局是建议饲狗的人，身躯顶是加准备一罐水，狗仔放了会当来冲，维持环境的清气。环保局讲，15开始会直接罚，袂甲可控，相信提悬罚则对想要违规的民众有甲吓惊的作用。记者综合报道。新兵出巡的时阵，一般民众是袂当去蒙桥蒙发起的。不过，为了要让民众认捌在地民俗文化，南投草尾岭寿民宫是举办台语的导览活动，介绍新兵的代志，佮有光桥蒙定义的体验活动。这种桥，甲你问，伊有塔门无？无塔门对无？这种的叫做武桥。甲囡仔兄、囡仔姊文桥甲武桥的差别，
各互民众体验感觉。这是南投寿bình宮舉辦的台語導覽活動，透過實際體驗，互民眾了解台灣的民間信仰。廟的吼神明文化，佮咱的祭堂內底用的吼，這橋吼法寶吼，互這小朋友吼，會用來了解講，咱來拜拜了後，這神明要安怎吼，來吼用什麼方式，甲伊講話。小朋友認真聽廟方紹解每一尊神明、護瓦水的用途。較特別的是，會當近距離看神明的法器，佮會當摸看賣啊當機咧使用的定椅甲定床。手放起哩，摸看賣有哦，有點點吼，點點叫。這是咱的家己的傳統的物件。啊，第二就是咱會使用母語的方式來教囡仔，讓囡仔熟悉講，這個神明是啥物人是啥物人啊。我講因足用心的，包括一開始傳阮團拜，啊，佮因講的迄歲數攏足文雅，而且拄則佮用迄台語的拼音來甲阮介紹一寡神教的名稱。廟方表示，宮廟除了是拜拜的所在，嘛是文化教育的場所。即便頭擺用台語來導覽，參加的民眾反應攏真好。未來有機會嘛繼續規劃安尼活動，讓大眾對民間信仰有更較深的認識。記者楊淑晴採訪報道。本土語言已經列入高中課程，不過台南普專發現講，臨床實習的時陣，有真濟專有的名詞，學生仔是攏唔知台語要安怎講，所以學校為着要推動醫學台語。請師生佇休紙的時陣，來學校拍台語的影片，希望會當讓學生的台語是愈講愈練得。老早昨暝困了有好無？有。好，啊你人家有感覺較爽快一點啊？病人摕伫咧病床頂，護理師詳細要甲患者講病情，嘛閣交代接落來要治療的流程。這是台南護理專科學校的師生拍戲現場，因模仿臨床實習進入醫療場所的各種情景，主要是希望會使提升學生未來實務上的台語溝通能力。我覺得在護理，就是在台語這部分，就是。它其實是在護理專業素養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做伙拍這個護理台語的影片，希望會當讓學生更加了解佇病院實習的時陣，安怎好甲一段講話。護理台語的重要性，就是要讓咱台灣的時代安心去病院看病，得到上蓋好醫療。無論是鳥血壓、抽痰，也是拍卡車片等濟專業的台語思慮，這對學生來講真困難。校方指出，目前教育部推廣本土語言，不過真濟學生佇咧臨床實習的時，要用醫學台語刷成青分，因此這擺校方向文化部申請計劃，請專家指導，配合5G實用，佮符合學生的護理台語衛教對話影片。台語的這迄個尤其是咱的醫學界的這部分，咱會當甲做啊久久長長。會當甲這百歲會當甲拖出去，以後咱的臨床的咱的醫護的照顧呢，會當互大家感覺更愈大心。為了未來醫護界會使提供更加好的照護品質，校方表示影片做好了後，除了會運用佇咧校內課程，另外嘛拍算會放佇咧學校的網站，免費提供全國有想要學的人來使用。記者李成武台南採訪報道。為着要珍惜食材，賣浪費，互各會當食食材再利用。新竹市農產運銷公司宣布，進前受到疫情影響，停辦3檔的愛心食材分享活動，為8月初10恢復供應。未來還會提供予社區的弱勢家庭。各類菜、菜頭、還有香蕉、芭樂，這些水果攏是準備免費提供予有需要的弱勢家庭。受疫情影響，已經停辦3年新竹市愛心食材分享活動，總算恢復正常。未來要提供全新竹市27個共產食堂以及愛心分享冰箱使用。在平常那個採購的這一些蔬果的那個經費上面，應該就會有一些結餘了哈。那結餘的話，我們就可以在這些結餘的錢拿來，例如像我們帶老人家辦的戶外活動。因為大疫情以後變成說就停住了停住的話，我們其他的愛心還是繼續在做。每個禮拜3、禮拜4、禮拜5，我們都有捐菜，包括捐給波大尼啊，捐給香園啊。果菜公司表示，提供免費的這青菜水果，攏是攤商逐工賣無了的，也是外觀看起來無遮爾水，不過保證絕對攏是上青的。果菜市咱做做攤商伊逐工攏有一寡菜無賣完的，就講
迄海甲也是单调，嘛是做拍算的，不如互社会有需要食。吼，这绝对不是村的菜，这绝对是上新鲜、上青的。未来逐礼拜四，市场拢会传好爱心食材，互社区的爱心食堂，透过爱心活动，减少食物无浪费。更较重要的是，会当帮助有需要的人。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讲到这葡萄酒是欧洲重要的饮食文化，意大利就师傅用红葡萄酒做出特别的巧克力豆。那英国是扩大种葡萄的面积，要让少年人投入种葡萄结酒的传统产业。正专心正熟手伫咧整理果子园。今年才20岁英国吉酒师科比介绍因兜的葡萄时阵正专业。So these are our Bacchus, and these are from the 1970s. So that means they're about 30 years older than me. 唔通看伊的穿衫打扮，敢若是朋克族。科比伊结的葡萄酒，今年才摕到英国葡萄酒协会的认证。无工作事业的背景，也阁是伫咧城市大汉的囡仔。科比伊靠着热情，对完全袂晓变做专业的吉酒师。这一切拢是对伊的爸母嫌多凄惨，去庄卡买这座葡萄园房舍开始。And over time, I worked it, and I thought, hang on, I can do something magical with this, and I can make some fantastic wine, and have this be my job and my life and my passion. 科比认为，像伊同款伫咧做葡萄酒事业的少年人会愈来愈多。真侪研究单位拢讲，气候暖化对专门种葡萄来做葡萄酒的地区影响正大，互英国夏多内种的葡萄品质会更加好。即马伫英国种葡萄的面积有4000公顷，范围甲产量拢伫咧增加。另外来看葡萄酒的大本营欧洲大陆，除了食餐的时阵配酒、用酒做菜，或者是用酒做点心，年代也真久啊。伫世界真有名的葡萄酒产区意大利的托斯卡尼，巧克力师傅用当地生产的卡本内弗朗红葡萄酒做风味正特别的巧克力。Nella gamma dei prodotti che ho creato e che creerò ancora, ho deciso di fare una innovazione che parte dalla voglia di unire sicuramente parte del mio territorio, io sono in Toscana. 可可豆烘过了，搁抹油。莱贝斯当初伫咧波斯卡尼试过伫咧找甲可可豆啊搭配起来气味上顺的葡萄酒，要啊见到这间酒庄，也用成品说服负责人，才有这款联名的黑巧克力。The texture of the chocolate treated with the Cabernet Franc, and so the visual, the touch, the smell. You smell it, is unique. The fragrances of the Cabernet Franc with the cocoa, and then you taste it. You melt it in your mouth.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it's magic. 即嘛，这种红酒巧克力伫官网卖一片75公克，15欧元，换算代票差不多540块。巧克力师傅收落来，目标是放伫咧花芳，希望花甲巧克力结合，会能够变出新的花样。公司新闻杨干编译。天气玻璃仔，最后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7度到33度，中部地区25度到32度，南部地区24度到31度。东部地区26度到33度，华岛地区26度到30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